咱今仔日坤牧师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国外的大灵复活的大能，甲时间交互林牧师。请咱同心啊头，搁一遍三角来祈祷。至圣至尊至荣光坐伫关关宝座上帝，我们献上隆重一切有落甲感谢，因为今仔日就是主你国外圣日，愿属伫你的百姓，三角有你伫你的圣殿，伫遮吟诗，伫遮有落，伫遮敬拜，愿你全心甘纳。这点久的时间，阮要恬静阮的心，要来领受主你全心所要教示阮的，求你使阮祝福。借着你无能的罗卜所讲人有限的话，恳求你的圣神踮伫阮的中间，开启阮的心目，互阮得到矫正的领受。感恩祈祷谢谢恳求交托，靠主耶稣基督至尊的圣名，阿门。来牧长兄弟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要爱借着列王记下卷13章14节以及21节。以及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，用国外大官灵这个题目，甲咱大家来思考上帝的话。我大概爱分做几项甲咱来思考上帝话，大概分做5项。头一个，因为今仔日就是耶稣基督国外生日，所以咱运动大声喊话：哈利路亚！主耶稣基督已经国外啦。那到底耶稣基督真正国活吗？是安怎国活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咱要来进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列王记下卷，到底以色列王约阿斯去拜访以利沙，到底有什么个的意义甲价值？所讲的对话内面的内容有什么意义甲价值？这是第二项。第三项，约西亚王到底伊执政的时阵，到底迄个当时属灵的光景是甚物款？然后咱来看国外大官灵，咱对旧约圣经看起嘛有真侪国外事件，敢毋是？耶稣嘛捌互真侪人国外，敢毋是？但是这个国外事件，甲耶稣基督国外有甚物款的大个无相像？是安怎？咱就的确爱大声伫今仔日耶稣基督国外即个主日大声学落伊。是有甚物款的无相像？咱来小对比一下。最后，来讲起主耶稣国外成就，国外成就，然后讲一个故事，最后结束。头前咱先来看，耶稣基督真正国外呢？咱来想看卖，若是假使有个人伫过世的时阵死了无彻底吼，死了无彻底，有可能国外呢？你一定有听过真侪故事咧，讲起有人死了得伫棺材底，佫爬起来，有无？你捌听过无？一定有啊！历史上就足侪事件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死了无彻底，伊毋是完全死亡的，伊暂时无喘气。我还记得一个故事，是外的代志。咱所敬听这个赖准明牧师，就是前双年教会牧师的牧师娘。伊咧做检查的时阵，因为伊对迄个显影剂伊有敏感，无拍算伫煮了后的时阵，结果咧袂当搁再做，为什么熊休克？伊停止呼吸5分钟呢？停止5分钟呢？伊搁活起来。你甲看，安尼是毋算对死搁活？有影呢？你若对医学上来看，伊就无喘气啊。所有细胞拢停止无运动5分钟久啊，那安尼是毋是个死无？伊佫活起来。所以到底死了有彻底无？这是一个足要紧的问题。咱来看卖，耶稣基督死了有彻底无？真清楚，圣经描写到有够清楚。迄一中昼，耶稣顶十字架时，就到伫中昼时，迄早起顶十字架，到中昼的时阵。天地黑暗，天地黑暗。耶稣断开的时阵，天地黑暗。圣殿的玻璃啊，就安尼二做两边，天地大地动，这咱拢真清楚。重点讲毋是伫遮，要紧是啥物？因为犹太人因有一个真要紧尊重人的一种的意识，就是若有人顶伫十字架伫盘过节的进前。
袂使还佫有死人吊，袂使还佫有犯人吊伫十字架顶。所以哦，伫即个判过节的备办即个时，都爱处理掉即个犯人，毋通佫再伫十字架顶。所以到伫迄天拄是判过一个准备的日，因为到伫尾暗时，即个下晡日头落山的时阵，就是判过节开始呢。所以人吼都爱的确伫十字架顶的顶悬，伫迄个黄昏的进前，就已经爱对。伊就爱伫十字架顶死，然后咧，才甲对十字架顶甲摕落来。咱拢我安尼讲的意思，咱拢真清楚。犹太人有一个对时间观念的看法。你看创世纪中间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时，讲创造什么，然后吼，最后壁迄句拢讲啥？有暗时，有早起时，这是头一日，这是第二日、第三日、第四日、第五日，有无？拢是讲暗时大生呢，早起是后壁呢。安尼因的算法是啥物？拄到前头拄所讲的，一日的开始是对迄个日头落山了后来开始算起的。所以叫咱人看见，一定爱伫迄个尸体爱进，伫迄个要摕尸体进前，人都爱死啊！因为伊是死刑犯，无死哪会当对十字架顶透落来？袂使啊！所以要安怎样？所以透中昼的时阵，因就爱将因的骹骨甲降好长，伫十字架降好长。降长了后是经过1、2点真久、2、3点真久了，火流了有够济，所以伊就伫遐来断开。然后伊的支撑力量就无去啊，因为骹无通支撑，伊拢断去啊嘛。但是咧，耶稣基督伫透中昼断开的时阵，遐个兵丁要来确认耶稣真正死啊！所以呢，用枪插耶稣的血背，结果有火甲水流出来。这就是咧证明一项代志。若假使拄落去，耶稣若假使无真正死的时阵，就敢若流火尔。火甲水流出来，换即句意思是啥物？就死了，有彻底，毋敢安尼。当到伫迄个下晡，迄个差不多3点外的时阵，因将耶稣的尸体摕落来了后，伫众目睽睽之下，遮尔侪人有这石头，有真侪遐丢落，有遮侪人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来看见耶稣真正死伫十字架顶。然后亚利马太约瑟，伊是一个贵族，伊去甲比勒多讨耶稣基督的尸体要来甲伊埋葬。就因为安尼因果，亚利马太约瑟就将耶稣对十字架顶甲摸落来。然后咱拢知影，有一个真出名暗时去见耶稣，问伊有关顶头死故事的迄个人叫做什么？尼哥底母，伊就摕100斤的香油抹伫耶稣身躯顶，然后咧用布甲包起来。然后埋葬伫亚利马太，约瑟伊心，伊为着伊家己备办极好、上尊贵的一个梦，待伫迄个所在。安尼，请问这个整个过程中间，安尼耶稣死了彻底，确实真彻底，就待伫迄个内面。然后有大石头就伫迄个所在甲封起来。第二天，圣经描写甲真清楚。这石头因就惊，讲耶稣讲会搁活呢，所以就对经过比勒多同意了后，然后咧就派兵伫迄个所在，将墓的石头甲封起来，甲伊封起来，互恁要偷尸体就无机会，规个封起来。然后咧24小时，阿兵哥拢徛伫迄个所在，华语咧讲就重兵看守。所以咧，无人会当我伫迄个所在啊，我伫迄个所在。OK， 这是咱所看见耶稣基督确实彻底死伫迄个所在，到第7日的头一日，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后的第3日，就是礼拜日早起时透早的时阵，天还未完全光的时阵，耶稣就已经搁活。伫这个时间点的中间，发现
有两组的人马，咱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就真清楚，有两组人马，因拢无采取无共款的行动。一个是啥物？一群人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，甲迄个另外迄个玛利亚，因两个人准备香油要提到伫皇帝所在来甲耶稣抹油，因毋知影原来迄个尼哥底母已经甲耶稣抹油的，因无清楚啊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因为迄个判过这个时间要准备啊，所打拢转去啊，所以因即组人马就准备透早时要去甲耶稣抹油，因对厝要去墓地。但另外还佫一队人马是啥物？是伫墓地中间伫遐固守迄个坟墓，无要互人偷尸体遐个军兵。安怎？因对墓地所在逃走，为什么逃走？因为耶稣讲话，墓已经开，墓已经开，石头已经裂开，耶稣就已经讲话，这个大光青夜中间，遐个兵丁惊到四过五白状，走去倒，较紧去报告，因为因的责任就是顾守墓，但是耶稣已经讲话，因大惊，因就走倒转去甲去找祭司头，讲哎呀，发生这么大代志。圣经中间讲真像，这祭司头听到这代志，大着惊，原来耶稣所讲的拢完全实现，迄个预言拢总实现。就因安尼因讲，摕真济指教互因，叫因讲从今以后毋通将即个代志讲互知。若是有人问，就讲蒙奈必做空的，是因为伊的学生暗时来偷摕。无用钱，无大金，一个用钱四过一个团。我甲你讲哦，啊，你毋通甲别人讲，啊，你嘛毋通甲人讲，啊，我甲你讲，你毋通甲别人讲，直直讲，直直讲。结果耶稣基督的讲话就真清楚。圣经的记载毋是到这尔，咱来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咱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，这两段圣经中间讲佫较清楚，有人看去《使徒行传》提起耶稣基督就天啊。伊讲话真侪人显现了后，然后伊就就天。第一章第6节较知真清楚。所以当耶稣就天的时阵，真侪人抬头来看耶稣基督就天的时阵，天使就听遐讲：哎，耶稣已经爬起来，已经看袂到了呢。嘛佫徛伫遐转望神去啊。天使讲：恁要看到第时啊？恁今日所看到就天耶稣，伊要将来伊要佫共款，要对安尼佫落来。兄弟姊妹，保罗先生佫经过一段佫来10年了后，保罗先生伊愿伫哥林多前书15章中间，甲当时哥林多教兄弟姊妹做死的见证，讲耶稣捌一摆显现的时，有500个人拢看到。耶稣毋是干那甲伊学生显现尔，嘛捌当时甲会众500个人因显现。4个月了的耶稣，500人显现。伊讲即摆还佫活地的人有啦，已经经过一段时间，几了10年啊，所以有人已经过身啊。毋过即摆佫活地了，大多数还佫真侪人佫活地，因就会当做见证。讲到这时阵，咱得到一个真要紧的答案。有一本册叫做《铁证待判》，这个作者中间伊的册内面安尼描写讲，若要证明耶稣基督无过活，比证明耶稣过活佫较困难啦。安尼请问，耶稣过活无？哈利路亚！耶稣基督已经过活，已经过活。当煞接咱倒转来圣经中间列王记下卷。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真要紧的故事，恁一定会感觉奇怪是安怎？我若要引用这段故事，你有发现到一开始我有讲过，国外的故事有真侪呢。这是其中一个上凸显、上趣味的一个国外现象，是啥物？咱读圣经读了，是个因为迄个头拄读圣经的时阵，音无出来无啥相像 ，OK。列王记下卷这段圣经咧讲起，连以利亚会互人过活，就是连伊死了后骨头也会互人过活。安尼，请问有倒一个过活的故事比这个故事更较精彩？这个是上精彩的故事，敢毋是？
那用这个故事来批评耶稣基督，我敢毋是一个上好的题吗？足有意思的。当然先来看，这个故事中间所讲起的是什么？我要讲两项代志。头一个就是这个。以色列的王来探访以利沙的时阵，迄个意义伫倒位？因为对话中间有什么要紧？这个要紧的意义甲价值，然后咱来游玩嘛，都爱了解当时的背景，所以我会将这两个投影片会互相来对话，互咱来了解。头一项，以利沙伊的一生中间，伊对主前大概约伫主前850年开始，伊就做神祗，就是伫亚哈王以色列王亚哈王做以色列王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做神祗。伊做神祗拢做60年久啊，经过6个王，伊的贡献非常大到什么时阵、什么款呢？惊新约基书圣经描写拢总有超过16个新约，会记得无？咱嘛看去以利亚神祗嘛，真够惊新约，对毋对？毋过以利沙所行新约，拄是以利亚的顶辈，因为当伊咧军队以利亚的时阵，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你是一直咧地心酸的是无？伊讲无啊，你是要得到什么？伊讲老师啊，拜托咧，毋茫上帝的神降临伫你身上，会当加倍抹油伫我的身上。真正有影，伊就得着，所以伊行新约真多。因为安尼缘故，以色列的国家常常伫真困难的中间，伫这歹王真济状况的下面，这个神祗伊所做的代志，就互这个国家颠倒带来真好的平衡甲太平。咱上明显的一项代志，就是当时亚兰王。哇！几多年的中间，常常拢来欺负这个以色列人，互以色列人安尼行甲走无路，这咱真清楚。有一个真明显的故事，就是亚伦发来讲，逐摆烧台是拢台词是安怎呢？讲你煞毋知影，你暗时咧做你暗时所计划的代志。第二天以利沙就甲因的国王讲，你是安怎要安怎甲因争战？所以你的计划因拢真清楚，这个情报是对上帝来付的。讲若安尼我若要来拍以色列的时阵，一定要将这个身体先甲除掉。所以因就围困这个多单城，要来抬这个以利沙。这个故事咱真实，到落尾规定人拢互以利沙通过上帝的大帮战，就安尼将规定人千军万马带到伫撒玛利亚，掠到伫迄个所在。目睭一个背金的时候，发现讲，安尼走来遮，对迄个故事通知影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国是偌尼要紧，莫怪这个时阵，以利沙拄咧破东北地要死的时阵，所以王哪有可能无来探访，对不对？遮尼要紧的人啊！来探访的是圣经佫描写讲，伊活伫这个以利沙的身上的时阵，就安尼甲伊讲：我的爸啊，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！讲以利沙是以色列战车马兵呢，是以利沙一个人，甲等于是整个以色列千军万马共款，比佫较勇。对人看起。这个动作代表什么？是王对以利沙一生的贡献，互伊高度的肯定甲敬重，因为安尼因讲，以利沙是要祝福这个约阿书王。当然，咱即摆来看另外一项，到底这个约阿书王伊执政的时个状况到底是什么款？圣经描写有几项，头一个。伊惊耶和华上帝看做歹事，所以这个王歹啊！这个王歹啊，无好啊，惊上帝无欢喜哦。即摆以利沙已经破病，佫得要死，安尼表示讲，伊所挖苦的这个以利沙，即摆袂当佫再挖苦，得要无去，伊的靠山就要倒去啊！所以，这个时阵，以利沙对以色列王国是偌尼要紧，莫怪这个时阵，以利沙
圣经佫描写讲，迄个上帝虽然有保守即个以色列人无受到亚兰王的昆毒，毋过吼每一年的时阵，常常拢受到迄个东南边的摩押人常常咧甲因欺负，常常甲因欺负。啊，所以以色列人吼哇真艰苦，北边有亚兰国咧欺负，东南边佫有即个摩押咧欺负，所以非常烦恼啊，真艰苦。伫即个处境的下面，常常拢咧挖靠以利沙咧甲因解决国家迄个外交一切问题，一切问题。挖靠到什么程度？连以利沙都已经死啊，迄骨头还佫有利用价值，因为以利沙骨头佫会互死人通得到高活，这是咱头先圣经所看到的。咱倒转来看，咱来看起讲，当即个约阿书王。来到来尊重这个以利沙来探访伊的时阵，以利沙就该祝福的，该对话呢就该讲了。这个对话中间有几项头一个，该讲王啊，请你摕迄个弓箭来，射箭的迄个器具叫你摕来。摕来意思是啥物呢？就讲你著爱武装起来，箭甲弓摕来。摕来要创啥？啊，你摕这要创啥？就准备要烧台啊！啊，无摕弓箭要创啥？对不对？你去摕弓箭来，伊是王逐摆烧台拢出去喙啦，无亲身去烧台啦。啊，咱大家去烧台，我对对来恁去台，安尼吼，啊，家己拢无武装呢，拢无武装，安尼哪会使啊？看外呢？兄弟姊妹，有时啊，咱讲。大家做来服侍上帝哦，好，你较紧认真做咧吼，啊，甲我无地带安尼，拢无武装起来是袂使的，这头一个问题。因为约阿书王一直拢无武装起来，拢咧想，干那咧顾性命，干那顾性命。所以以利沙爱武装起来，摕弓箭来，叫伊摕来，伊就顺路就摕来，摕了甲伊讲，甲伊讲啥呢？啊，弓箭摕来，啊，你毋着开迄个东边的窗仔门，开东边窗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东边摩押人拄啊伫东南边的所在，开东边的窗仔门，拍开，就是讲对敌伫遐。啊，你啊将迄个弓扭开，弓箭拉开，扭开，然后以利沙换手伫伊的手的顶端，换手伫。你扭开，你对得真清楚，将瞄准目标，然后咧，我甲你祝福，你即马就爱射箭，我甲你祝福，甲射出去，毋通倒退，准备好啊，得到祝福啊，箭都甲射出来，勇往直前，你都爱带头做王的人爱带头，精简好的精简，甲射出去，啊，伊就射出去。写出去了，佫甲伊讲，佫你就会记哩后，佫去摕迄个钱来，摕两三支，几支钱摕来。摕来意思，迄个钱所代表是啥物？你手中的资源，你有几支钱，甲摕来，你的资源爱把握好势，将你现有的资源，军力偌济，经济偌济，你就拿好势，摕好势。然后咧，甲伊讲，你就将这钱钱伫手中拍涂骹，啊叫伊就拍涂骹，伊就拍涂骹，拍两三个。以利沙就无欢喜，甲你讲，叫你拍涂骹，啊你就拍两三个，你毋着甲应付呢？啊你毋着大力拍较济百呢？什么意思？资源摕来用好彻底，大力甲用，尽心来用心。伫所有一切资源，都是要听因，爱帮助因，好好运用伊。但是咧，约阿书王拍两三个都无爱拍，结果有影呢？到落尾，约阿书王含迄个亚兰王烧台的时阵，台两三摆赢，啊尾啊都拢输啊，这圣经中间所描写的，因为就对安尼看见，以利沙到落尾过身去。死，这个故事了是以利沙死了后，结果咧，
迄个摩押人过来甲因相杀的时阵，有一群人拄啊扛一个尸体，看到迄个摩押人对敌已经来啊，惊一个，将尸体一个弹对伊丽莎的骨头所在，结果无拍算，迄个死人煞搁活起来。这是经过这个故事经过内容，看见伊丽莎连伊的骨头都还阁有利用价值，会互死人通得到搁活。这是经过这个故事中间所描写，当咱了解了后，咱来看，到底这个咱来看这个搁活的大关联，耶稣基督的搁活，甲伊丽莎互人搁活，有甚物款的无共款？咱来对比看卖，头一项。伊丽莎的骨头是倒伫坟墓内面的，耶稣搁活了后上天坐伫天顶的，一个是地面上是倒的，一个是坐伫宝座顶，这有绝大无共款，对吗？第二项，第二项。生前死后，就是咧讲伊丽莎救先知，伊活地时，互一个囡仔搁活，会记得无？思念妇人的故事。互一个囡仔通得到搁活，伊活地时，互一人搁活，死了后，搁互一个死人搁得到搁活。OK， 这咱所知影的。但是咱发现耶稣基督，伊互遐囡仔。信伊的人拢会当搁再得到活，咱发现这样代志，毋是互一个人搁活尔。既然信的人拢会当得到搁活，安尼有偌济人会当得到搁活？我即句话，一个是有限的，一个是靠上帝的气力，一个是家己有迄个气力，通互人通得到搁活，因为伊本身就是上帝。第三，咱就看起。伊丽莎是因为伊对上帝有够热的信心，靠上帝大权能，互人搁活。但是耶稣基督是，伊家己就是上帝，因为伊就是伊是大权能气力的源头，所以伊本身互伊家己搁活。伊毋免搁再靠别人互伊气力，伊本身就是大气力的上帝，伊就互家己家己搁活起来，互家己搁活起来，毋够家己搁活，伊搁互囡仔相信的人也拢会当得到搁活，会当得到搁活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通真清楚，有真济搁活故事，甲耶稣基督搁活故事是完全不相像的。第一，是毋是死了彻底？第二，互人搁活的气力是靠什么？是靠你家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是借着上帝气力来互人搁活，也是，亲像耶稣基督，伊是道成肉体的上帝，伊本身就是上帝来到地面上，所以伊会当愿意家己牺牲，家己来拯救人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会当成做咱的亚卡，为着咱的牺牲，伊的疼就是安尼，为着咱死。也为着咱得到搁活，为咱得到搁活，因为安尼因故，咱看彼得前书，使徒彼得也做见证，也搁活耶稣，互咱得到什款诶利益帮助咱。伊的搁活所成就的是什有三项，互咱得到顶头生，互咱对袂堪得比做会堪折，因为神来得到称罪。第二。互咱得到活泼的愿望，诚做好的见证，伫即个世间的时，为着主做死的见证，通来宣扬主福音。毋干呢，也个人得到天顶所有一切基业，有将来的基业，咱的基础伫顶悬，因为咱已经诚做上帝囝，通一世人荣光伫伊。愿咱今仔日。伫搁活一个时阵，定心来想起，咱是何等福气，咱当得到顶头生，咱得到搁活的愿望，咱个基业有将来迄个永远的国度伫遐咧听候咱，拢是因为咱所做的。最后来讲这个故事，最后结束。有一个
18世纪的时阵，有一个少年的画家当时，哇，真侪人真爱画图啦，因为迄阵当流行。哇，一个人足够画哦，伊感觉讲伊画耶稣像画得足好，足得意，然后摕来一个当时一个真出名的一个艺术家叫做杜勒。了了看，拜托伊小鉴定一下嘛，是讲要伫个面就小请一个讲，拜托嘛，甲我牵线一下哦，将来有机会嘛，甲我牵线一下。所以摕去互伊鉴定，你敢知？互伊看。伊看咧，然后就时时甲因讲啊，若伫技术方面、艺术方面，你确实有影画了袂歹，确实是真好的作品。毋过假使你若会当，搁较听耶稣，搁较知影伊搁活意义的时阵，我相信你会画了搁较好。我今日嘛真毋茫用即句话来送互咱正大家。逐年拢咧过过活节，敢毋是？吼！但是你逐年过过活节，你的信仰还阁停伫原地所在，安尼敢好？敢毋免阁较进步一下？对耶稣搁活的即个意义搁较了解时，咱是毋是搁较进步、搁较热心、搁较听上帝，真心真意来服侍主？嘛，咱教会礼拜人数愈来愈增加，是因为咱有咧传福音，有咧不时做见证。咱兄弟姊妹彼此的关系会愈来愈相听谈，搁较手牵手、心连心，搁较彼此相听，结连搁较好。望透过个啊，主耶稣基督，通互咱知影，咱需要继续互教会紧得到复兴，当心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淡薄时间中间，稍加来听主你的话，愿你帮咱祝福。阮毋单听，要照安尼来行，来引导你的信仰。愿国我的上帝，你的国我的开力，也来帮助阮，互阮有靠着你国我的开力，来继续行伫即个末世世代，为你做美好的工程。互阮的生命改变，互阮的家庭搁再改变，互阮的社会改变，互阮台湾即个岛屿搁较得到翻转，求主祝福，靠主性命祈祷。